家己溪口的展示洋楼呢，是有要100档的历史。县府呢，今年是争取到2000万的补助，准备要来甲修复。西洋风格建筑，厝尾顶阁有一个蜡叶的黏土雕塑。家己县溪口即间有96档历史的决定古迹展示洋楼。家己县政府配合文化部的补助，计共要用2780万来进行修复，希望会当甲较早溪口的历史阁展现出来。曾氏家族啊，在西果乡，那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啊，所以叫我都去遮尔好的厝哦，啊，所以把因的这个先人啊，嘛捌做过在地的乡长，啊，所以我想这个房子的修复啊，不只是修复房子，也修复了当时的历史。修复计划主持人表示，工期计用730天，除了会尽量用原底的材料甲工法来修复以外，嘛会来加强洋楼的结构。溪口乡公所指出，展示家族是地方重要人士，这栋洋楼为日本时代一直到今，毋但见证溪口的发展历史，嘛替地方保留遮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大家来到遮会当用 QR code 扫，就会当听到有国语嘛有台语，会当听到这种曾氏洋楼的这个历史还有故事。那这个毕竟是在1930年盖的，距今已经90几年的那个历史哈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再慢慢的去斟酌，去把它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貌哈。展架的后台表示，溪口较早无火车嘛无公车，所以相关的发展就较慢。希望这间洋楼整修了后，除了带动观光发展，嘛成做文化传承甲地方教育的重要基地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